高雄市农业局这个辅导青蛙经市市场转型，利用地赛道来发展。去年底阿莲区的业者就摕到全国民间头一张绿电的凭证，一档先超过20万的电钱。绿电凭证若卖出去，可以当赚27万。每天只要有租到便就每天都源源不绝。发电机的声音隆隆叫，透过这窟窿内底收集的地塞石，经过过滤、发酵、产生沼气来发电。阿莲区这间市场自从做沼气发电了后，一年预估上悬会当发电6万度，若上无会当省20万的电钱。去年底阁是全国第一间摕到绿电凭证的民间市场，敢若卖凭证一年上济阁有27万的收入。这个绿电凭证一张就会当4、5千块，一档加起来伊算起来有那会当20几万，所以。全部做这个绿电凭证加起来的收益我会当赚差不多40几万的。包括阿莲这间市场在内，高雄已经有9间贴膜场做沼气发电，一年的总发电量上悬有349万度，大约会当提供960户的家庭一年的用电量。农业局表示，目前全国拢总有3间民间的牧场甲市场摕到绿电的凭证，这3间拢伫高雄。全国其实应该说全国3家的这个再生能源凭证的一个牧场都在我们高雄啊。那当然之前是第一家，我们每年大概可以取得大概5932张的凭证。那目前我们的统计已经转移了3700多张的一个凭证了。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兼顾环保哈，那也兼顾我们也可以增加我们农民收益啊，是一个双赢的策略。将地塞石回收做沼气发电，若减少环境污染甲臭味，业者佫甲发酵了后的泡甲液肥，家己看讲无条件分享给附近的农民使用。若地塞变黄金，也佫市地这个产业有了一个新的循环。记者柯家族邱兆勇高雄采访报道。